人讲这好毒也袂食囝，来看这新竹县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昨伊是烫车骹，互因老母叫爱强迫讲行伫咧烧烫烫的店仔架顶头，民众看到是真毋甘，随甲翕落来，也报警才处理。社会处社工去了解情形啊，也发现讲这囡仔的骹底已经碰趴，囡仔有甲就医了后，也先甲带去安置。这老母的行为敢无违反儿少法？社会处也搁伫咧评估。 6岁查某囡仔互妈妈救咧，烫车骹行伫高温的店仔角路上，一路靠咧火灼烧的。10时我中昼有民众伫新竹县新丰火车站外看到即款的状况，一路缀伫后壁路遐尊敬，也敬畏妈妈安怎要安尼做。你会不会太残忍，虐待儿童啊？ 也毋过妈妈亲像无咧管别人的眼光，由着查某囡仔至少行20分钟，登去大的所在。查某囡仔也捌秘去有乌影的所在，也毋过也是互救走。民众最后报警处理。警方到场时，当事人已返回住处，后续将依民众提供之影像画面调查厘清，并通报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厘清有无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之情形。为了维护女童最大的利益，同时也让她得到比较好的照顾。目前我们已经先行安置，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结合社会公部门啊相关的资源来协助跟辅导这个案家。 社会处社工接到通报到场，发现查某囡仔骹已经碰趴，遂将查某囡仔送医治疗。经过调查，查某囡仔是单亲家庭，由妈妈独立请养，是社会处列册的脆弱家庭。经过评估妈妈的照顾状况，已经先将查某囡进行安置。一般这种脆弱的家庭，有些人不觉得他有问题，我们总是不希望孩子遭受到一些伤害才被看见。每一个民众都可以去做通报。 家福基金会表示，政府甲社福团体拢有支持系统，也毋过真侪脆弱家庭无愿意主动对外求助，建议是呼吁民众也是亲友会当协助通报，尤其是发现个案的时阵，才会当及时互因协助。记者综合报道。